我好想翻去我仲係讀緊書嘅時候，翻去巴克讚我靚嘅嗰一晚。嗰一晚係我第一次着住呢對鞋，仲有美妙音樂。當時所有嘢都有無限嘅可能。巴克夜裏跟我共舞而靠近，流汗覺情意未肯定。這晚夜我像浮在美夢裏面，我願意沿路再尋。用魔法令我再感受多次啊！娜莎，我都好想幫你嘅，但係我Ambulandare patu paput ambulandaska laufen 你喺度做緊咩啊？ Ambulandare patu paput ambulandaska kaladapis 我對鞋啊，好似熱到着火咁啊！ pete kaladapis pete kaladapis 我喺空中飄緊啊！娜莎，終於成功。並沒法確切知我能，但用法力我也知，定會好，法力來得好。多謝你啊！你做嘅，你令佢開心。我而家知道一切都有可能實現，包括我同你嘅事。娜莎，咩事啊？娜莎，大概我不必留你身邊，咁我今晚離去應該好啲。你要走？我今天該面對，望見佢快要結婚，即將出嫁。哥林坦，娜莎講到底，其實是我要公開細數，情話句句跟他細數。娜莎，我第一次見到葛林達，就已經交咗個心俾佢。願出手輔助他，願可救巴克仍掛心，在我這生未放得低的他。縱使孤單是我，看着鏡中，如我倒映彼此眼中，無視或現身東方。和誰天生一對？